大家好，我係 Michael Chan，今日同大家睇一個柏傲莊嘅單位。如果各位對呢個單位有興趣，或者想知道最新嘅放租放賣情況同成交走勢，歡迎隨時聯絡我 Michael Chan。首先呢個係物業入嚟嘅大門，旁邊就係廚房，有各樣嘅煮食工具、雪櫃、焗爐。呢度可以擺個2人飯台。洗手間嘅位置有洗衣機同燙衫板，幾缸設計，方便能用。客廳嘅地方一邊可以擺電視櫃，一邊擺梳化啦。前邊嘅地方有個工作平台，望出去就望到翠綠嘅針山。房間呢邊可以放個雙人床。左手邊就係個衣櫃位，對住亦係翠綠嘅針山。